喺開始之前，請大家用少少時間睇一睇以下呢個嚟自經典港劇《十月初五的月光》裏面嘅一段情節，睇下你覺得有冇問題？其實咧，我細個咧喺 New York 咧讀過手語嘅。係啊，如果你睇完呢段情節覺得完全冇問題嘅話，你好可能係有以下呢一個迷思啊！全世界手語都一樣？呢個迷思真係好經典。如果全世界手語都一樣，就等於話全世界口語都一樣，可能咩？當然唔可能啦。事實上，淨係英國手語入面啊，紫色呢個詞都已經可以有超過20個唔同打法，視乎地區同埋社群。咁你仲點可以期待全世界一致呢？更何況世界上有好多聾人社群喺歷史上根本冇接觸過。如果佢哋竟然會自然發展出一套完全一樣嘅手語，就等於話有2個人冇約過，但係竟然同時間講得出一串5位數字嘅隨機數，而且仲係完全一樣，根本冇可能噶。如果係真係咁嘅話，就唔係語言學問題，而係玄學問題。手語同口語一樣有好多種噶，而且互相未必通，要同一個手語語系先有機會溝通到。例如台灣手語同日本手語係屬於同一個語系，而香港手語就係嚟自上海手語嘅。歷史上係由聾人社群將手語帶到嚟香港嘅。上海手語通常被視為中國手語嘅南方方言，而英國、澳洲、紐西蘭手語係屬於同一個語系嘅，所以都係好相似噶。所以美國同英國雖然係英語地區，但係佢哋嘅手語係互不相通噶。同樣，台灣同中國都係中文地區，但係佢哋嘅手語都係唔通噶，就係因為歷史源流唔同。手語同口語一樣可以有方言或者口音，有地區變體，例如唔同城市會唔同啦，有世代差異，年輕同老一輩嘅打法又會唔同，仲有教學背景同埋社群用法差異噶。正如頭先咁講，紫色喺英國手語裏面都已經可以有超過20種唔同打法。同埋手語係有健聽人口音噶，口音仲可以好明顯好重下，要撇甩呢個口音嘅難度係同要改口語嘅口音係一樣咁難噶。呢點就要大讚游學修喺看我今天怎麼說嘅表現，佢打嘅手語係非常之流暢，好多聾人朋友以為游學修真係母語係手語嘅聾人添啊，睇得出佢落咗唔少苦功，非常之敬業，我好欣賞。結論：手語唔係全球統一動作，而係真語言、真方言。好多人以為聾人之間可以用一種全球通用嘅手語溝通，其實呢個係另一個迷思。係的確有國際手語呢樣嘢，但係識打嘅聾人係少之又少噶。畢竟唔係佢哋母語，亦都唔係一種自然語言，冇特登學過嘅話，就梗係唔識啦。喺英國手語裏面，健聽呢個手語呢，係同美國手語聾人嘅手語一樣噶，所以同一個手勢呢，喺唔同嘅手語可以係意思完全相反噶。呢個手勢呢，喺香港手語呢係解屙尿，而喺英國手語呢係解威爾斯嘅。呢一個手勢呢，香港手語呢，佢係解美國嘅，而喺英國手語呢，佢係解倫敦嘅。然後美國手語呢，就真係解黐線嘅。不過咁樣呢，並唔代表香港嘅聾人覺得美國係黐線，又或者英國嘅聾人覺得倫敦係黐線嘅，因為呢一個手勢呢，亦都可能係代表住好嘈、好熱鬧咁樣嘅。第二個迷思，手語只係用手逐字逐句講口語。好多人口中嘅手語其實係講用手做口語嘅字幕。咁正話先講完，同樣係英語地區，英國手語同美國手語都互不相通啦。咁所以真正手語唔係口語嘅手勢版，而係一個獨立語言嚟嘅，有自己嘅語法、詞彙同埋音系。而手語翻譯呢，都唔係逐字翻譯噶，手語傳譯同口語傳譯一樣係跨語言咁轉換嘅，要處理語法差異，要轉換信息結構，亦都要轉埋文化概念嘅。所以手語傳譯絕對係一個專業技能嚟噶。第3個迷思，手語只係肢體語言，所以唔算係語言。有啲人會話，佢哋咪又係用隻手喐嚟喐去，邊算係語言啫？咁我又反問翻啦，點解你覺得語言就一定係要聲帶震嚟震去，唔可以係對手喐嚟喐去呢？語言唔一定要靠聲音嘅，
語言嘅核心係有符號系統，例如有詞、有手勢、有記號啦，有抽象概念、有層級結構，有組合規則，可以無限造句。講到呢度呢，可能會有人搬皮拉罕語言出嚟做例子，或似乎有例外啦。咁呢個結論喺學界其實好有爭議性嘅。今集我就唔講太多啦，遲啲有機會再拍片講多啲。手語係全部都符合嘅，所以係真正嘅語言。手語冇文字就等於唔完整。咁我喺之前其中幾條片都有講過，語言係唔需要有文字先算係語言嘅。文字係一個好新嘅科技，世界上大量嘅語言都係冇正規書寫系統，但依然都係語言嚟嘅。而且呢，手語其實都有書寫方式嘅，雖然佢哋冇普及到呢個書寫系統，但係完全唔影響佢係一種語言。同正常語言一樣，手語都有借詞、語言接觸、語碼轉換等等嘅。語碼轉換係指講者因為對象、情景、身份、話題或者社會關係而轉換使用唔同語言、方言、語體或者表達方式。而 code mixing 係語碼轉換嘅一種，例如中英夾雜咁樣講嘢。第四個迷思，手語係冇語法嘅，靠估嘅。唔好睇小手語，手語唔係亂俾嘅，佢同口語一樣呢，係有語法或者文法，即係 grammar。而且有啲 grammar 呢，口語都冇咁直觀噶。例如呢，會有 topic comment 嘅結構啦，空間定位就會做代名詞。例如講你、我、佢可以擺喺空間嘅某一點，面部表情同埋頭部嘅動作呢，就做句法標記，例如係疑問句。所以你睇到人打手語呢，通常都係面部表情十足嘅，因為係語法嘅一部分嚟嘅。另外呢，打動詞嘅時候，嗰個手部嘅方向呢，就表示咗主語同賓語之間嘅 agreement。例如，如果我想打我教你呢，咁我隻手呢就要係向住你咁樣打。如果係想講你教我呢，就調翻轉係向住自己啦。重複嘅動作就表示反覆習慣啦，亦都好常用空間去表示指涉同埋時態嘅。手語好多時呢係一個 sign 已經包含好多資訊。迷思5，手語好直接，冇抽象詞。手語一樣可以講自由、希望、公義、哲學、政治，仲可以玩幽默、比喻、相關，亦都照樣可以讀舌。語言係咪抽象，唔係取決於用手定用口，而係語義系統本身。正如你用口都可以講得好膚淺，用手打手語都可以好有深度。第6個迷思，手語只係靠手型去表達意思。手語嘅音系唔係聲音，而係以下嘅參數：手型、位置、動作、手掌方向同埋非手部信號，例如係眉啦、口型、頭部同埋身體。呢啲呢就等於口語嘅音位系統啦。即係話呢，唔好再問手語有冇發音啦，佢哋嘅發音部位唔同啫。好多手語，包括係香港手語同埋英國手語，都會用口型加口部動作，而呢啲唔一定係跟口語嘅，好多時候係手語自己嘅語法或者語義標記。第7個迷思，聾人一定識手語？好多聾人細個接受口語訓練，可能主要靠讀唇、助聽器、人工耳蝸、主流學校環境等等嘅，所以聾唔一定係識手語嘅。手語係社群語言，要有機會接觸先會學到。第8個迷思，手語一定慢過口語。你見到手語打一個詞好似耐啲就覺得慢，但係其實手語每秒嘅詞數少，不過每個詞資訊量係更加高嘅，結果整體信息傳遞速度其實係差唔多嘅。如果口語係一粒粒豆嘅話，手語就係一匙羹咁樣拎走一堆。第9個迷思，手語一定係好 iconic， 所以好容易估到。係嘅，手語比口語係多啲 iconic 嘅成分，即係形似，但係唔代表個個詞都似，個個人都估到。形似就冇語法嘅。iconic 呢唔等於唔任意嘅，好多詞都係約定俗成，甚至同概念冇咩關係嘅。呢方面同口語一樣。等我分享返一個好多年前我喺一個聾人朋友度學到嘅香港手語啦。當時呢係震撼咗我，
令我印象深刻，至今都仲記得㗎。個手語呢係將呢兩個手型結合，呢個手型係新，呢個係解陽具。你又估唔估到係咩意思呢？俾3秒時間你諗下。答案係處男啊，因為未用過，所以就好新啦，都真係幾盞鬼。第10個迷思，手語冇音韻，所以冇得押韻或者寫詩。好多人以為押韻一定要係尾音一樣，但係押韻其實係形式規律重複，手語都有音系嘅，咁所以都可以有押韻、節奏同埋形式對稱呢啲嘅元素嘅，所以係有手語詩呢樣嘢嘅。甚至可以做到更強嘅視覺韻律添。加碼 Q&A， 叫聾人好似好唔禮貌喎，係咪應該叫佢哋做聽障人士先啱呢？咁呢度呢就牽涉咗聾人文化呢樣嘢啦。好多聾人呢會自稱為聾人，或者英文呢係會寫住大階 D deaf 嘅，係文化身份而唔係一個污名嚟㗎。而聽障人士呢就比較偏向醫療功能角度嘅用詞。但係唔係每個人都接受嘅喎，所以最尊重嘅方法呢，都係直接問翻對方想人哋點樣稱呼佢。最後一條問題，聾人係咪通常都又聾又啞嘅呢？唔係嘅，呢個係一個舊式嘅刻板印象。大部分聾人呢，唔係冇聲出嘅，唔係啞嘅，而係因為聽唔到，所以學口語發音會比較難。最後我想分享一下我喺香港學香港手語同埋喺英國學英國手語嘅一啲感想。我第一次接觸香港手語呢，係喺大學修讀選修科嗰陣接觸啦。可能因為係大學課程啦，所以整體嘅規劃呢都好完整，每堂都有筆記，加上當時班上面有幾位聾人同學，所以短短1年呢，我就由完全唔識進步到可以用香港手語表達到唔少內容。之後我仲去咗手專繼續進修，甚至讀埋佢哋嘅醫療傳譯課程。令我印象好深刻嘅係，佢哋唔單止手語打法唔同，連口型都差異好大。咁而家呢，我喺英國學英國手語都差唔多2年啦，個感覺進度慢過學香港手語好多嘅。原因一方面可能係因為課程設計冇咁有系統，另一方面我發現英國手語係好依賴 mouthing， 比起香港手語依賴多好多嘅。有時候同一個手型可以代表幾個意思，分別呢主要就係靠嘴型模仿嗰個字詞發音去區分嘅。我嘅英國手語老師係一位單邊有少少聽力、帶住助聽器嘅聾人，好似唔少聾人咁，佢哋都係比較難發到一啲高頻音嘅，例如係 S、F、T、H、K 呢啲音，所以有時候呢，單靠睇佢哋 mouthing 呢都要估嘅，就算佢讀埋個字出嚟呢，都係同標準音可以相差好遠嘅。譬如 history 佢會讀到好似 eerie 咁樣啦， obsession 呢就會讀成 obsession 咁樣嘅。仲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呢，就係香港手語嘅手語名呢係由自己諗出嚟嘅，但係英國手語呢個手語名呢就係由啲聾人去賜俾你嘅。咁所以有時候呢會出現一種情況，就係嗰啲人都唔中意自己個手語名。例如我之前嗰個手語老師呢，細個嘅時候呢，因為成日喺堂上面同啲同學傾偈啦，咁所以佢當時嘅老師呢，就幫佢改咗個手語名係傾偈咁解。咁由於呢，我哋只係喺堂上面學英國手語啦，冇機會係喺真實嘅世界同一班聾人去成日社交啦，咁所以呢，到今時今日呢，我哋都仲未有一個英國嘅手語名，通常呢，都係靠用手語去串翻自己個英文名就算啦。咁喺呢方面嘅話呢，我絕對係中意香港手語多好多嘅。唔知有冇邊一樣嘢係你睇咗我條片先知道嘅呢？歡迎大家一齊留言區討論下。如果你中意呢類型嘅片，記得俾個 like、subscribe， 撳埋個鐘仔，同埋都分享俾可能中意嘅朋友。我哋下條片再見。